这寒殿是天煞王族世代倚重的王庭重地，倘若要用血来告慰战士的列祖，你还配不上。是，我的血如果葬了这里，不值得流啊，不值得流啊！今天我能站在这里，有多少兄弟为我丢了性命？又有多少人无辜枉死？倘若让你平安无事地走出这寒殿，我怎么告慰被你相残的手足？怎么安定民心？你不能杀我！你不能杀我！不能杀我！毕竟我们之间还有兄弟情谊啊！兄弟情谊啊！兄弟情谊。但凡你有一点点仁义道德，天煞也不会是今日的天煞，这寒殿也不会游荡孤魂。你看，这条飞不是还好好活着吗？我一直把她当做亲生母亲看待。念及这份情谊，你不能杀我呀！住嘴！从长寒山到盘都，从戈崖到冰原，哪一寸土地没有你的残虐暴政？哪一座城池没有你搜刮过的民脂？今日你满口胡言，竟妄想抹除你犯下的种种奸奸！这都是谣言，这都是谣言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你走吧。谢谢，好弟弟，好弟弟，谢谢。周老太师，您终于可以瞑目了。这里，我哥哥，你杀了战南城没有？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。五哥哥，我跟你说，这些隐军可厉害了。刚才轰隆隆的来了好多援军，可是没几下，他们都让隐军给杀个干干净净。我答应过你的事，一定做到。天煞也是你们的家，就现在回归故里吧。
煞国商，欲济轻伤，众人吊祭，金魂归一。拈香行礼，魂履天衣。奉酒加觞，3祭酒。天生之惊兮，惟勇惟义；立德在物兮，后生万人。天地明察兮，立君以礼；律己以廉兮，抚民以仁。金贵入封，魂归土中，众灵安生。吊祭礼毕，新王登基。皇天上帝，后土神之，眷顾将命，狩猎黎元，自即日起，是为天煞新历，永纪元年，函书全界，昭告五州。祈愿兵源山河代立，万民福泽永继。祈愿兵源山河代立，万民福泽永继。诸位随征将士，卧雪棉霜，栉风沐雨，万死一生，方成大业。参酌得宜，论功高下，令尔爵赏。今封王都检事邱承栋为武臣太尉，特进1等容策大夫。右诸伯洪定侯实录2500担，子孙世世承袭。王都检事孙凤国为武臣太尉，保成侯实录2500担，子孙世世承袭。其余将士人等，论功高下，皆在升赏。谢皇上圣恩。谢皇上。今新王即位，深思托付之重，实切京业之怀，当革故鼎新，共图先志，遂大赦天下，与民更始，散尽银霜，物归原主，诏书通于天地，布告尔众，贤使闻之。天煞永纪元年3月初9日。吾王千岁千岁千岁！平身。谢皇上。皇上，您这是将银霜阙散了？天煞今后不再需要银霜阙了。方才我听着封赏诏，似乎遗漏了什么。皇上，
您是不是忘了一个人？说的没错，永济新朝得以建立，扶摇的确是最大的功臣。既然如此，恳请新王给予他特别的封赏。扶摇在长汉山救过我的命，又在盘都潜伏朝野，挽救了天下的万千子民，英勇无双，国士之功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了他。但这毕竟是我天煞国的内务，太子就不需要费心了。我无权，也无意干涉天下的内政，更相信王上您绝对不会忘记扶摇的不世之功。但新王登基，行赏全境，难免要权衡大局。我是担心，您不得不顾及各方势力的政治均衡，对于扶摇这份封赏，会难以抉择。太子殿下多虑了，我倒是有个不情之请，还请您一定要答应。太子殿下对新朝助力良多，天煞感激不尽。有什么话，尽管说吧。鉴于扶摇功劳之重，恳请新王破例赐予藩王之封。若您怕朝中抵制，天下惬意，我长孙无极愿以武周太子之名，给予您相应的补偿。至于我帮的那点小忙，其实算不得什么。若是您记得这点滴之功，倒不如把他们一并算在扶摇身上，一起赏赐了吧。
将军，将军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这西华宫还会再增派兵力，太后身边的人也都是值得信任的，不用担心。但是千万别声张，以免让母后担心。妍儿，母亲，这些天你见过雅兰珠吗？儿子没见着，怎么，您找他？前些日子他经常来看我，这些天没见着他。哦，唉，他爱热闹，多半是去找扶摇他们了。让他去吧。这些日子也真是苦了他了。不过这个孩子倒是比原来懂事多了，我是越来越喜欢他了。母亲喜欢就好。叶儿，有件事情，我要嘱咐你一番。母亲，您说。如今大势已定，天煞终于有了盼头，总算让你的父王可以瞑目了。但我知道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做。这头一件呢，就是论功行赏，安定人心。我知道你已经做了。这第二件呢，就是你应该考虑一下你自己的终身大。不能单单只考虑你自己，这个城邦和百姓需要这样的喜事。你是天煞的王，你不可以再像原来那样犹豫了。我记下了。我这会儿突然想起一个人，前些日子你偷偷进宫见我，身边有一个姑娘。她的名字叫扶摇。啊，果然是她。这个孩子一身是胆，又有情有义，的确是个好姑娘。是啊，要是没有她，我也不可能活着离开长寒山。你喜欢她，你这点小心思啊，不用说我也能看出来。是。当时在太渊的时候，我还给自己立誓，此生非他不娶。扶摇忠肝义胆，举世无双。他是我的好兄弟，一起生，一起死，不能背叛的好兄弟。感激上天对我不薄，又给我另一个好姑娘。你是说雅兰珠？她虽然算不上聪明，有时候还笨笨傻傻的，但是这一路走来，不管有多么苦，多么难，只要我说去，她不管有多害怕，都会寸步不离。为了我，她做的太多了。想不到，你这石头般的顽固性子，终于被他打动了。他如此爱我，我定不会辜负了他。请母妃准许儿子迎娶雅兰珠。快快请起。叶儿，母后听到你这样说，替你高兴。可是，她的眼睛看不见，王庭是否容得下这样的王后？还有别的百官群臣，你又怎么面对他们的质疑呢？他双目失明是为了救我。
如此，才是我战家的好男儿。你们怎么才来啊？宾客都到差不多了，就差你们俩了。哦，哎，猪猪呢？他没跟你们在一起吗？没有啊，一天都没看到他了。啊？那我再去找找吧。你们快进去吧，啊！这可是天煞的王宫，能出什么事呢？动战北野的人，他可不是好惹的。谁不是好惹的？啊，没什么。在聊什么？你看见雅兰珠了吗？他没跟你们在一起吗？你去，这事你不能掺和。为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快放我下来！要杀要剐，明着来啊！你这背后偷袭算什么好汉？你到底是谁派来的？你是不是要害我五哥哥？我跟你说，等他找到你了，非要拿你去喂鹰，到时候让你哭都哭不要。哎，你算是说对了，我就是冲着战北野的臭小子来的啊！现在有你这个臭丫头在我手里，我就不怕战北野那个臭小子不听我的话。嘿嘿嘿，你想威胁我五哥哥？想得美！我现在就咬舌自尽，让你白费功夫。别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啊！住口啊！你这成何体统啊！我是战北野的师傅！住口啊！住口！师傅，你是说带走雅兰珠的是战北野的师傅？不会错的。战北野看见信封上不是有个图腾吗？天煞王族的族徽。是，但也不是。能够用这个族徽的，必定与王族关系密切。我想，这个人一定出身显赫，而且武功极为深厚。你凭这个就能猜出来，那是战北野的师傅。战北野让季宇加强宫中守卫，却只在宫门值守上做文章，这说明他只是想拦路。再看看季宇脸上的擦伤，说明闯宫之人其实也无意伤人。战北野、季宇、花公公三人都心有灵犀，似乎都知道内情，便只有一种可能：那个高手他们认识，就是战北野的师傅。不过这战北野的师傅也真够奇怪的，有大门不走，非要硬闯。他带走雅兰珠干什么呢？记得我跟你说过的五州十圣吗？记得，长孙平荣的师傅就是吗？叫什么？星辉圣手。这十圣中，星辉圣手只算是小角色，而战北野的这位师傅，却可以位列十圣三甲。你说你这个姑娘，看着也不大呀，怎么那么多肉呢？你都快累死我了。说，你跟我五哥哥到底什么关系？我可警告你啊，你要是敢动什么歪主意，我五哥哥可厉害了。你五哥哥可厉害了是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五哥哥他厉害个屁！松开！不松！松开！不松！松开，咱慢慢说行吗？哎呀！
你说吧。我说你属狗的啊！哎呀，咬死我了！这话得从周老太师去世说起啊。周老太师去世前啊，一再恳求我，他求我收战北野为徒，教他功夫。我也是一时糊涂，我就答应了。哎，不过啊，战北野这小子还算是争气啊，天生就是个练武的好材料，也能吃得了苦。但是我吧，我就是不喜欢他，他就是个闷葫芦，半天都放不了一个屁，啊！你说我这师傅都快憋死了，他也不想个招逗我开心开心，所以他呀一点都不好玩。哦，您说您是我五哥哥的师傅，对吧？哎，我五哥哥可跟我说了，他那个师傅啊，武功盖世，风流倜傥，英俊潇洒的。哎，这话倒是不假。哦，不假。那您能让我看看您那张帅气的脸吗？我眼睛看不见。这就看一次啊？就一次。啊好。松开，松开，快松开！疼死我了！不好意思啊，师傅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知道我眼睛看不见，对不起。要不是因为你眼睛看不见，我今天非得跟你好好计较计较不行。对。既然您说您是我五哥哥的师傅，那您为什么要害他呀？什么？我害他？啊？我那都是在帮他，是在帮他，你懂不懂？他战北野这个小兔崽子就是个闷葫芦，这马上就要娶媳妇了，要成亲了。他要是再给我找一个闷葫芦回来，那还了得？我这个当师傅的，怎么也得替他把把关，不是？您什么意思啊？想知道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明天睡醒了再说吧。哎，哎呀！雷动多年来行迹山野，性情孤僻，生性放浪形骸，绝不按常理出牌。战北野虽然与他是师徒关系，但性情却有天壤之别。这么说起来，这个雷动真是想起一出是一出啊。这下完了，战北野肯定是打不过他的，也不能用天煞王这个身份去压他。怎么办？我想，雷动并没有恶意。这回他的不讲道理，或许对雅兰珠和战北野来讲，是一件好事。希望是吧？雅兰珠自从看不见了以后，整个人都变了。虽然他嘴上不承认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他开始看清他自己了。他随着战北野一路走了这么多年，生死大难都没把他拦下，可是现在，他却开始退缩了。你是担心雅兰珠觉得他自己配不上战北野？经历了那么多事，战北野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他了。现在的他，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，想要什么。我明白，可是雅兰珠她明白吗？所以我才说，这雷动把雅兰珠劫走，说不定是个破冰的好机会啊。好了，别再想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之前说，雷动只能排名第3，那前2个是谁啊？位列第2的是圣灵，但不知为何，
他很早就退出五州。我在穹苍曾经查找过石胜的卷宗，但关于此人的记录很少，也鲜少有人见过他。那第一名呢？你这个反应，不会要说是你自己吧？石胜之手是我。 是我在穹苍的师尊。我觉得呢，天下第一、武功盖世这些东西都不重要，重要的就是大家能好好的聚在一起，有酒喝酒，这才是最开心的。不过说真的。 我倒是真的希望雅兰珠跟战北野能好好在一起。我也希望这天底下所有有情之人都能少受些苦难。 都能好好在一起。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？找到他，否则五州会因他而再度万劫不复。想什么呢？嗯？ 这宁静的时候，总是太短了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有人在您的屋里留了一封信。这图腾看着好眼熟。 这是玄机的观印图腾，是由王氏图腾演变而来的。所有从玄机寄出来的信函，上面都印有这个，很难查出寄信人是谁。玄机的密文，你说你一个姑娘家的，整天就这么在床上躺着，你看看你胖的。 这屁股上插个尾巴，你就是猪。战北野这个小兔崽子吧，虽然是不招人喜欢，但是他好歹也是个王吧？啊，不，是个王。做他的女人，你应该做到呢，温良恭俭，相夫教子，夫唱妇随，德容颜公。 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肯定是不行。所以呢，我得好好教教你。你来教我？对呀，我们就从刺绣开始学起。你呢，今天绣出个东西来，回头有空啊，我再找个绣娘给你指点指点。什么东西？我才不学！哎，你这个怎么能不学呢？啊，以后你成了北野的媳妇儿。 啊，他的衣服要是破了，你连个缝缝补补的你都不会，那出去不得让人笑话死啊！我什么都看不见，你让一个瞎子学刺绣啊？哎，你分明就是取笑我！看不见怎么了？谁说看不见就不能学刺绣了？你可以慢慢学啊！我不学。我把你的日程已经安排好了啊。第一天学刺绣，第二天学厨艺。 第3天，我们学气韵、背女则；第4天，我们学礼仪。我不愿意。你说了不算。我说了算。今天你要是绣不好，你就别打算。
你就别打算出这个门。不出就不出。叫你不出，出，我出。不许！你个臭丫头，你打死卖盐的了你！不能这么抬！哎，醒醒醒醒！今天我们开始背书啊！我念一句，你学一句，明白吗？明白没有？大点声！明白了。跟我念啊！晚寝早作，勿啖夙夜。早寝晚作，勿啖夙夜。职务何事，不辞巨意。专心正色。师傅，我好困，我先睡会儿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！我看你啊，就是那个臭小子找回来的臭丫头，你们俩一副臭德行。您教的好呗。原来你就是个小孩脾气，说撂挑子不干就不干，整天还哭哭啼啼的，像个怨妇一样。就你这副德行，也根本配不上战北野。更何况，你还是个瞎子。是瞎子又能怎么样啊？